3、2、1，走。你好，我是五塞嘎姑，我是五塞。现在开始啦。今天呢，要来分享美感专辑里面一首最动感的歌曲，叫做《Dannes的赛巨美》。那为什么会创作这首歌呢？其实当初是想要写给弟弟们，为他们加油，因为一个在球场上，一个在剧场里，就是都很努力。就像歌词里面有提到一句话是 "You're my brother, I'm your sister"， 就是帮他们加油打气。那后来呢，就想说，其实这首歌好像也是在写给大家，帮所有人加油的意思，因为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职场上面，或者是自己的工作领域上，大家都是最亮眼的那一个，所以绝对是巨美的。那这首歌呢，当初在找村办公处报告这首歌呢，当初在找村办公处报告的这个村长的人选的时候，其实我第一时间就锁定想要找补奈，然后也很感谢他，就是愿意一起来参与。那后来呢，我就说啊，既然都来了，还是你要来唱一句。然后我就邀请他唱那个中间的 rap。结果我们在录音室的时候，他一来就说：“我在这个 rap 的部分很难呢。”但是我就说对，因为我自己写完唱完都觉得好像真的很快哦，就是会一直卡住这样。那我觉得也很厉害的是，因为我是花莲阿美，然后补奈是台东阿美，其实有在一些用词用语上面会有点不一样，但是很感谢补奈就是愿意来挑战。那最后呢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，就是在《巨美》这首歌里面有一段是那种吹笛子的声音，有没有感觉很像是随便乱吹？对，我们当初就是跟阿良一起讨论，就说，这边可以放一个那种随便乱吹笛子的感觉。我就说啊，补奈跟这首歌的编曲 DJ Question Mark， 他们两个都是有参加直笛比赛，然后他们两个也是好朋友，就是觉得还蛮巧的，是一个很棒的缘分。然后就说，那补奈你要不要来演奏一下那个乱吹的部分？结果没有想到一吹，发现跟音乐整个超 match 的。所以你也可以仔细听听看，到底哪里有笛子的声音。深深是的歌曲是 You are my brother and your sister。 今天要教大家的是动物的名字。第一个呢是堵麦，堵麦，这个是黑熊的意思。那接下来呢，要大家讲的是咕隆。咕隆就是大家很常见的牛或者是公牛的意思。这样子学会了吗？ OK， 喜欢我的分享的话，请继续锁定我的频道，记得。还有，如果你喜欢我的本人的话，也可以追踪我的 Facebook 还有 IG。最后，美感专辑请听10遍，谢谢阿赖，拜拜。